谈的11个证人当中，有一个就是朴叶教父陈英祖，伊老神在在，从约谈1点钟就离开了。有风声讲陈英祖疑似请员工摕300万的现金，交予郭文铁的随行秘书柯志如，用来装潢着民众党的办公室。民众党是回应讲，这是乌龙野料，无法度回应。 清查表情轻松，伊是家己地方出名的人物，有跋筊教父之称的陈英祖，3年前涉嫌经营跋筊平台，被判假起诉。是证件现金有问题吗？还有捐多少最低现金啊？伊若要非法所得甲假起诉的金额，拢总伫要10亿，全部随立清，创下司法史上处分金上悬的纪录，在立惊人。这个算因为经发生案红约谈。法官讲什么吗？有厘清什么部分吗？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吗？ 会手讲无代志，不过就看野料陈英祖敢若捌摕300万现金，予郭文铁随行的秘书外号橘子的柯志如来装潢办公室。 正定现金公开查阅平台查陈英祖有无共人的捐款记录，对象包括蔡英文、林瑞图、洪志勇、台湾基金。不过煞无看到郭文铁也是黄珊珊，用陈英祖的公司甲基金回来查，嘛是共款，拢无捐款记录。行程秘书在市长室里头，或者是说随行这个市长的行程，这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。那至于周刊有非常多的乌龙爆料，还有不实的指控，其实已经多到我们无法回应了。互看到是。 郭文铁大小房的李文忠丰收压了后，金流的方向是愈来愈明。甲各政党的政治人物拢有交情的陈英祖，敢是个人的手来交付政治现金，予郭文铁也是民众党，检验我爱查明捐款的金额甲过程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